有人買樓要睇未來，有人買樓要睇現成嘅配套。今日帶大家睇嘅呢個盤，唔可以講配套好成熟，可以講係非常成熟。今日要帶大家睇嘅就係金英半山花園。我依家企緊嘅呢個位置就係中山石岐嘅正中心，興中道。喺我身後呢一個就係斥資咗40億去打造嘅238米高嘅石岐地標寫字樓，成個綜合體有成58萬平方咁大。喺中山嚟講，絕對係天花板嘅級別。對於我哋香港嘅業主嚟講，出行完全唔係問題。樓下就係永東巴士直通巴站，每日有16個班次往返香港同埋中山，輕輕鬆鬆上車，舒舒服服返到屋企。好多樓盤叫你買咗之後都要等5年到8年嘅配套，但係金英半山花園所見即所得，落樓就係中山石岐萬象匯同假日廣場兩個大商圈。無論你係想週末去盒馬先生食佢嘅三文海鮮，定係想揾一個粵式嘅正宗早茶，落樓行2步路就可以搞掂。一家推就係我哋7棟嘅01同埋02戶型，都係125平方嘅。咁我哋可以選擇毛坯交付，亦都可以選擇精裝交付。精裝交付就係咁樣嘅原木風，毛坯呢係175萬左右嘅總價，125平方。咁入嚟呢個位置原本係我哋嘅玄關位，而家就改造咗做廚房嘅位置。咁如果係按照翻呢一個裝修風格呢，我哋就加25萬。咁呢個單位總價就係200萬出頭就可以擁有咁樣嘅裝修標準。咁呢度餐廳係做咗個灶台，係做咗個半開放式嘅一個廚房。咁呢邊呢就係工位嘅位置，工位呢係將洗手盆做咗出嚟，而且係做咗一個半透嘅狀態，所以望到成間屋嘅一個空間感係非常足嘅。咁跟住你睇下我哋嘅工位呢，就可以個性化去訂製噶啦，因為呢個工位係冇做乾濕分離嘅。咁呢邊嘅就冇做淋浴屏啦。如果係同我哋隔離嘅次臥呢，做衣櫃呢個位置其實都可以攞嚟做工位嘅位置。咁就要將呢間房嘅衣櫃做出嚟少少，跟住我哋呢張床呢，就要拍到去飄台位嗰個位置。咁呢一間呢，就可以做客房，跟住呢邊係另外一間房，呢邊就有個嵌入式嘅衣櫃。呢間房咧都係朝我哋小區嘅泳池景嘅。咁我哋呢個單位咧係朝南向嘅，可以睇到呢個客廳嘅開間都非常闊。跟住呢邊呢一個櫃咧都係做咗一個嵌入式嘅。呢邊就電視背景板，跟住我哋再嚟睇下主人房。咁主人房咧係自帶一個270度嘅轉角飄台。咁因為我哋南向咧依家3點幾都依然仲有陽光可以曬入嚟主人房嘅。咁主人房呢個空間咧就非常見細啦，因為佢就自帶咗一個衣帽間嘅位置，跟住我哋主人房嘅洗手間都係有明窗嘅。咁我哋衣帽間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就啱好係電視嘅背景板呢個位置，所以呢個裝修咧就將成間屋嘅空間係可以發揮到極致嘅。仲有呢度仲係起緊嘅南中城際興中站，距離樓盤只係200米，未來坐地鐵就可以直達廣州、珠海、深圳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，唔係講笑㗎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可以私信留言或者 PM 我。